到女主角咯喎。咁啊，去片先啦，都係。榮獲提名大灣區最喜愛 TVB 女主角最後5強，陳偉巨塔之後。只要你表現得好，我保證你嘅律師老公生意唔憂做。蠢就蠢在攞翻去明朗度做化驗啦，俾晒機會我做假。其實我今日仲企喺你度，最要多謝嘅人係你。點解爆炸？點解？李思華新聞女王2，仲未有答案。總之我一日仲係副總監，我都唔會俾呢啲針對性新聞出街。其他人見到嘅只係觀點，唔代表真相。香港唔係得你一個新聞工作者，報導亦都唔係淨係得一個 angle。所有受害人。劉佩玥奪命提示。因為你係一個徹頭徹尾嘅性無能。你一條垃圾，你應該成世收喺監，唔應該放你出嚟危害社會、害人害物。佘詩曼新聞女王2。新聞價值，我派人去拍，有晒證據，我有晒全盤計劃。你而家踩住腳埋嚟就想修改？如果我要開個節目出嚟鬧人，一定好睇過你，搶晒你啲 fans 啦！你仲有地方企？你死得不明不白，需要一個頭腦清晰嘅人幫你揾答案。蔡潔執法者們。你跟得呢一個人就要咗啲咁嘅下場。好想話俾你聽，其實我好愛你，我都知你好愛我。係時候咯你嚟啦。 OK， 偷睇下先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大灣區最喜愛 TVB 女主角。笠埋落去，笠埋落去。得獎者係佘詩曼新聞女王。佘詩曼分別喺06年、14年奪得視后寶座，23年更加憑新聞女王成為3料視后。今年新聞女王2嘅 Man 姐繼續搶頭條、搶畫面，神級演技充滿感染力，令佢先拔頭籌，再次榮登大灣區視后寶座。真係冇諗過可以咁快有機會再企喺呢個頒獎台上面。我衷心多謝支持我同埋支持新聞女王嘅每一個你，同埋我嘅 fans， 因為冇你哋嘅支持，根本唔會有新聞2嘅誕生，亦都唔會再俾我機會可以重遇 Man 姐呢個咁可愛嘅人物角色。多謝你哋。好多謝，好開心再同 TVB 同埋 Youku 同埋77工作室合作。我哋有好好嘅監製，有好好嘅導演，有鍾樹佳監製啦，有關文森監製啦，有傑仔啦，有阿 Do 啦，仲有我哋好好嘅編劇團隊啦，樂仔同埋佢哋隊 team。冇你哋寫到咁好嘅故仔，其實全部我哋都分開晒嘅幾個角色，你哋可以將佢完美地整合翻一齊，仲寫咗個咁精彩嘅故事。多謝你哋，你哋好勁。其實我覺得你哋應該有個獎送俾你哋。唔知仲講咩好啊？好開心啊！總之，同埋我希望港劇可以繼續喺唔同嘅地域、唔同嘅地方，可以繼續發揚光大，可以繼續散發我哋香港劇集嘅精神，為香港爭光。多謝大家。